囝恁他将所答的题，我拢想述恁。照我对摩西所讲的，对旷野甲这黎巴嫩到大河，就是别人河、黑人的全地，搁到大海日落的所在，拢要做恁的境界。做来吟诗，献诗168首，献诗168首，求主奉献教会。
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，永远存在。比金比侪侪好金较通幸福。佮你的萝卜对遮的受警戒。一锤袂知伊的失策啊！求你阻止你的萝卜无故意犯罪，我就完全。也我的借华救赎我的主啊！做来祈祷。主比顶我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你拣选阮成做你圣国的百姓，毋是因为阮比别人较优秀，比别人较好，乃是你无限的恩典。伫你的面前，阮搁一摆恳求你赦免阮所犯的罪，不管是过去也是现在，有形也是无形的。主，阮愿意成做一个清气心宽的人，无搁犯遮的罪。求你恩待阮。将阮的罪行甲主耶稣基督做伙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求你搁一摆用圣神、丰盛充满阮，互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甲你相同行。你是万项好事、万项好物的源头，阮为着你的听、享受逐项的恩赐来感谢你。为着你享受阮伫即世间有真济的恩典来感谢你。为着你保护阮一切的平安来感谢你，为着你的信息，互阮有通来瓦靠来感谢你。这是阮做伙自今进入你的圣会，用敬虔甲个诚实的祈祷来祝福你。恳求你拯救阮脱离灵性的冷淡、意志的分散，互阮有安定的心思来敬拜你。阮恳求你保护阮的身体健康、心智健全、心内清气。真心欢喜快乐，求你用你的听充满阮，也互阮会献阮的身躯做活祭，照你的福音来行起一切的事工。阮也为着身体欠阮的兄弟来祈祷，求你保守因的身体，搁互因一摆体会你医治的快乐，也特别向杨牧师娘一家医治，求你亲自安慰因。保守因伫花莲所办的一切顺遂、出入平安。这时，阮若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。愿定起你的白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福音教，你的旨意行，你地理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意识平安有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我定全你的气，也给阮阮的恋爱，因为过关也也更拢是你所有。代代无尽，阿门。记载伫来记汉译本有约231页。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到第4节，耶和华的奴仆摩西死了后，耶和华吩咐伦的囝约书亚，就是跟随摩西讲：我的奴仆摩西死啊，当你着起来，甲众百姓过即个约旦，去我所收属以色列人的地。既然你的骹掌所踏的地，我拢收属，照我对摩西所讲的，对旷野甲即个黎巴嫩到大河，就是约旦河，迄人的全地，
去到大海进入的所在，拢是最冷的境界。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带咱的敬拜。今日所要唱的诗歌是《离会舞台》。因此说，请道牧师来讲到伊的题目是异常的人生。
保罗前期有讲一句话讲，我无为对铁定来的理想，到底什么是理想？对保罗来讲，理想不是干那分享个人的经验尔，理想实际上在计划中间讲出家己的责任。咱伫历史中间会当看见，若有领受理想的人，这个人一生一定真坚定。伊的人生一定毋是干那咧传猫咪人所讲的话尔，伊的一生一定毋是浪费时间去坚持一寡复杂要紧的看法。有领受理想的人，一定甲上帝国永远的价值有关的。将国外的主所交托予伊办的代志讲出来。哈佛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约翰·坎特，一种意象定义叫做意象就是未来的蓝图，为要创造那个未来，把我们努力的原因具体的说出来。一个讲意象会当包括6项的特质。第一项就是意象是可以想象的，是可以在心里面勾勒出来。第二项，意象一定是良善、奉献、义、正义的。它是良善、正义、奉献的，安尼这当涵盖所有的人。第三，医生是行得通的，可以实行的，领袖和追随他的人之间可以互相的讨论。第四，医生是一定有焦点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说用是或不是来回答。意象可以具有弹性，可以随着情况和条件改变来做适当的调整。第六，意象是一定可以被了解。领袖跟随的人说明意象的时候，也就是团体明确带领能力，所以明确的意象是成长的动力，所以意象太重要了。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《九龙城寨》，大家有看过吗？香港电影。九龙城寨这个地方，一直是一个我们所谓三分不管的地方，不管在历史或者是地理环境，这个香港这个地方是没有人办法管的，包括当时的清朝或者是香港政府，甚至英国，所以造成这个地方有非常大的特色，就是没有人在管。所以如果你有看过电影，你就知道里面像弄大行犯罪的物件你来去弄，因为里面没有法律规范。虽然这个地方非常复杂，也很多的罪恶在当中，但是上帝没有放弃这个地方。一呼调一个对英国来的少女，叫做 Jackie。我以前在香港有跟她见过面。这个 Jackie 她被呼召进到一个人觉得上海的所在、上败坏的所在，让里面的人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爱。1966年，这个 Jackie 只有22岁，他在没有差会支持底下，
他凭着一个意向，凭着一个热情，他就买了一张廉价的船票，凭着信心祷告，一个人坐船从英国去到香港。那时候他身上只有100块港币，在他所写的书叫做《追龙》里面，有描述他到那个地方之后非常的艰难。他那边在当起英文老师，慢慢的熟悉了这个地方，他看见这个所在有真侪被遗弃的年轻人。他看见这个地方有一个恶性的循环，就是家庭不健全，教育不健全，有吸毒的，有当妓女的，反正男生最后就走上黑社会的路，女生只有当妓女。他发现上帝所创造的人不应该是这样的，所以他就去到那个地方，陪伴这些被社会忘记的年轻人一起来成长。15年以后，1981年，他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叫做 St. Stephen's Society， 正式在香港成为一个有关慈善的机构，专门帮人家戒毒，帮助边缘青少年以及流浪汉。不管环境的改变，上帝肯定以成就的使命以及意向，如愿的汉叫。这个意向，互伊一生会当奉献给上帝的帮助，才会社会的放弃的无人去教会人，重新得到生命的意义。有这个人生命改变，心灵得到意义，是得到下变贵子的。这个经理应该现在大概80岁左右。这个世界有3种的人，第一种就是完全和梦想，没有梦想的人，这种人一生拢是互人牵着走，被事情牵着走，因为他根本不晓得干嘛。第二种的人，一直会晓追随自己的梦想。假如有人的梦想是环游世界，那么这个人的一生就为了他自己的梦想环游世界，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努力。第三种的人是上帝互伊意向的人，这个意向会当引发这个人一直影响伊的一生。真正得到领受意向的人，伊会将上帝互伊的这个使命，成做人生的目标。在人生的过程中间，直直向这个目标号召，直到上得到上帝的赏赐。所以有意向的人，在这个世界，才真正是得胜人生的人。我所读的圣经记载，约书亚就是安尼。约书亚相信上帝的应允，约书亚的一生拢为意向来活。伊对天顶领受意向，一世人无偏差，重新行到人生的路尾。摩西将做以色列百姓的领袖这个责任交予约书亚，互约书亚会当有勇气去征战。约书亚承接摩西的责任了后，伊继续带领以色列百姓，应允的所在甲人回去，并且做领导者去征战，并发挥上帝所赐予伊的信心，引带以色列百姓得到迦南。咱注意来看，约书亚的一生，伊无要去做别项代志，伊独独为着所领受的意向来活。
一直变成中诚做信心的模样，对伊的成就，会当看见完成以上的人所具有真特别的特质。这个特质，咪当互现代的基督徒，查做学习的对象。亲爱的弟兄们，学习是人生的任务，一种上重要。偏比继续学习是真重要。约书亚查做团体的领袖，伊毋是接受失败的迄个训练，才会当查做真优秀的领袖。约书亚伫军队无说40年久，一段时间一步一步训练，查做以色列百姓属灵的领袖，千锤百炼，为着将来的大的责任，伫40年的中间，伊就开始准备。这个少年人以谦卑诚做无说的同工，圣经记载伊是军队无说的人。在这个过程中间，当然爱操练顺服、学习训练。上帝训练约书亚的心智，让伊有机会参与伫摩西的时代，吸收摩西时代的经验。来查做伊的信心，将来通查做伟大的领袖，引带以色列人信的时代去进前。伫40年中间，约书亚伫摩西的身上学习，怎样去尽心尽力挖苦神。一直摩西的身上学习操练，用上帝的原则去处理百姓的代志。一直摩西的身上学习勇气，会当成做真正的军队。在这个过程中间真孤单，毋过伊独独挖苦上帝，用光为奉上。伫上帝计划中间，约书亚摩西所看到的异象来。一方面谦卑对摩西来学习，一方面准备家己备办好势，爱诚做有影响力的领袖。咱较输讲，若是摩西是看到异象的人。安尼，约书亚是完成这个上的人。上帝用40年、40天，伫旷野的生活，伫训练约书亚甲以色列百姓。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对做奴隶偌久？430年久。这群人已经习惯奴隶的身份。你想看卖？这群上帝百姓，毋过伊伫埃及已经做奴隶做400几年啊！伊拢种的人想法是奴隶的想法，眼光是奴隶的眼光，方法。是奴隶的好，总是上帝呼召摩西用异象改变以色列百姓做奴隶这个习惯，互以色列百姓看见时代在改变，伊的身份嘛需要改变。本来这群以色列百姓，一切拢毋免烦恼。
一切拢是爱的人来做决定的。伊这个百姓已经真习惯接受别人的安排，大项事拢是消极、被动的。上帝开40年的时间，开40年的时间，去改变这群人的个性。40年的时间去准备，为着去面对迦南地的征战，用40年的时间去准备7年完成的任务，咱会当看见，爱成就这个意向，一定爱花真侪时间去准备。所以，无论是阮家己的生命，还是教会的价值观，准备是有价值，安尼一切准备是拢有价值。无拍算，伫这个百姓开始进入迦南地的时，上帝就将这个伟大的领袖摩西传转。所以圣经有记载，耶和华就把摩西死了后，耶和华吩咐阮的囝约书亚，就是阮对摩西的讲：我会就把摩西死了，当日就起来，要真百姓过这个约旦，去我所收束以色列人的地。伫这个时刻，百姓可能因为失去领导者，感觉惊，可能是无人带头，就失去方向。虽然摩西已经死，上帝竞选约书亚成做新的领导者。咱看起以色列百姓的历史。进入这个新的时代，约书亚特别出现一句话：上帝甲约书亚讲，我已经将这个队收束了。伫约书亚去攻打耶利哥城进前，上帝甲约书亚讲看。我有将耶利哥城已经伊的王已经大力的勇士拢交伫你的手。伫约书亚第一摆去爱城征战失败，准备去第二摆时，上帝佫甲伊讲：我已经将爱城的王以及伊的百姓、伊的城、伊的队拢交伫你的手。兄弟姊妹，有信心的人看的毋是头前的困难，然后紧讲，安尼即无可能，这是无信人的表现。若是领受上帝信心的人，为什么有把握？是因为伊早就看见上帝的应许。有异象的，伊一生都为异象来活。亲爱的弟兄妹，上帝伫生命内底一切根本毋是嘴咧讲尔，异象有一个兄主动发生，异象爱用行动来完成，用信心去赢过一切的困难。咱来相信，伫人生的过程中间，上帝的应允一定会成就。上帝讲，伊甲约书亚讲，照我他所，我拢要赐予你。亲爱的弟兄妹，共款咱活伫
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爱我土对上帝来，异常的方向去。上帝讲，我路无说起，但恁着起来，这个叫当起我所手术甲互以色列人的对，请分享。贵气，贵和，第三就是气。真被生听到上帝给管起来，有计有可能有人有话跟你讲，哎呀不行啊，我还没准备啊，有这个可能，几百万的人，上帝吩咐过河。有可能类似中间有人讲啊不行，今天感冒确诊，没有穿雨衣，没有带雨伞，要停下来走。第三，上帝讲，有可能有人讲不行，我要回家煮饭。现在呢，是被上帝命令以色列百姓起来过河，然后去，去是有目的，去是有好，去是爱精者。现在现这边咱唔通直直过去，咱爱用信心行出去，然后亲像约书亚引带以色列百姓过河共款，咱需要出发限制，咱需要互相勉励，爱离开我们觉得的舒适圈，咱来离开互咱无法度进步的想法，咱来挂走咱内底的心。只有越过约旦河，才有可能去到恁甲别的地。只有越过约旦河，才有办法踏进迦南。喺台湾，一个教会已经用真紧的速度去进步。有真侪教会做到真好，社区的时间、报道的活动，以及牧区小组化的组织，已经做到真好势。我看见真大的愿望，就是大家拢想要进步，大家教会拢愿望给福音的轨迹。咱经过小组拄啊结束，我去教会原本只不过是越南尔，内底有记载，伊本来是本200人，伫6年中间已经突破1000人。这个消息已经是今仔日是过年以前，过年以后。2016年，台湾有举行这个联合小组研讨会，这个会吸引全世界海外的教会1500个牧者一个教会的领袖都落参加，其中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带领迄个团队同工去讨论的时。有一句讲，要重新去检视教会的现况，而且未来要对准永恒的价值在出。你这就方，你不忙一讲，希望教会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教导，让教会可以成为一间不断训练门徒。不断布道得灵魂的教会。另外一个参加的牧师，
伊报道记载讲，伊参加了后，伊伫头有人同伊讲，伊为什么伫头？伊就有出应讲，伊讲我已经做老师几十年了，我传福音的心情根本比不上进教会的任何一个普通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他觉得极大的惭愧。伫这个故事中间，有真侪见证，有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参加小组4年。报道里面他说，他已经带领30个人学子信。进教回来底有一个弟兄，一信主6年半，一星期多。但是那个报道里面他说，那个医生已经带领超过100个人信耶稣和受洗。其中有一个里面有一个本来上去那些命理的、算命的那些命理师哦，他信主以后大大的改变，投入那个抢救灵魂的工作。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从小经历到分离、争执、暴力的家庭，一个一个的弟兄姐妹得到医治。这些神奇奇事离开我们不远，就会更台湾的发生。教会若领受异象，这个异象就是互万百姓最主的学习。这个异象就是传福音教完，那到底啥？这毋是在所有人拢有进。望并不是一开始就无中生有，才叫希望。对相信5万的人来讲，伊都是机会。伊是爬时过河时，下来的时过来，是被百姓过河的。他看得见河底的路吗？我想这些百姓只看见很浊的、很浑浊的那个河水，他看不到底有多深。但约书看见河底的路，约书亚看见上帝为后面这些百姓所安排的路。虽然人的肉眼看不见，有上帝的目睭会当看见异象。上帝透过约书亚，互百姓清楚看见异象是真的。唔是看到目的才会坚持咯，是爱坚持下去，才能看到目的。迦南地是异象的目标，迦南地是根本的所在。迄个迦南地是考验一些百姓信心的舞台。迄个迦南地是考验一些百姓有资格也无。迄个迦南地是考验一些百姓有用心头。亲爱的弟兄，咱一定爱克服这个异象的真实。你的生命无可能安尼就好。永远的上帝，永远的上帝对你有一挂美意在里面。如果人一直留伫过去，
一直活到更久。虽然美好的回忆不让我们感到幸福，但过去所发生的代志，已经无搁属于你。过去已经离开你。我们人的双眼是更掏情，因为目睭不是长在后面。上帝有咱目睭，会当互咱看见远万的未来，但是看袂到河底下的路，看到的就是惊惊、微笑、无确定。有伊是个历史领袖，伊看见是一条活历史书谱，大家拢记得。亲爱的弟兄，面对咱家己人生的处境，也是面对教会的未来的发展，你看有心，恁信心大还是细，就决定你看见的是啥物。我上帝帮助咱。会当对今仔日的经济，搁较更忙，搁较克服一个理想的人生。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你家己对上帝之间的关系，上帝互恁知影，你活地的目的是啥物？搁来就是咱看到。咱坐伫即个礼拜堂，你诚做来到教会的会员，因对教会的责任是啥物？由主帮咱，互我哋咱看见共同的上头前勇敢的未来，继续去出发，诚做来做。伊要上帝求你来帮咱，互我哋咱看见以上的人生，主要求你来。显明伊的旨意，对每一位兄弟姊妹即个来讲话，阮伫圣经用的记内底，领受你早就应允伫圣经内所记载，阮了解所读的话，你已经拢总交互阮，由你来祝福，互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你面前继续领受贵洁的心来去做上帝的教会，万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名来求。这是做来吟诗回应上帝，圣诗328首，圣诗328首，信徒减负。We
来奉献，请曾宇轩高配语一篇。来报告，以报告的内容，请牧师来介绍。今天有一个是有叫国产真好，但是站起来，是我们来站起来，欢迎欢迎。这是咱做伙来看酒会，咱行规酒会内底面吼。当天的事项甲聚会人数甲奉献，请咱家己来看吼。咱直接来看本会的消息。第一，咱的疫情已经搁升温起来吼。我有小可查咱最近的迄个疫情的情形吼，顶一礼拜吼，迄个 COVID-19 的迄个人数就817个人吼，死40个人吼，所以代表真严重。我有甲同事吼，即摆搁伫咧教学病院办个插管吼，插管吼。所以咱就爱听这请爱注意咱家己的身体吼，尽量减少出入公共的场所吼。咱来洗手、戴水啊，甚至咱有机会去拍注疫苗的，即摆去插BB的疫苗啦，有通做，咱来来做吼，会来看迄个网速吼，有通来做吼。第二，礼拜后12点半要调开幸福小组的同工研讨会。请相关的同工会当备办心来参加。第三，咱地主日下晡1点要召开定期的中职会，请少年团体会长直接来报告，请相关的同工也备办心来参加。第四，教会务实的迄个协会吼，伫7月22到26要伫双溪各式的举办各式的品鉴尔吼。相关的资讯。请咱家己看红报单，欢迎兄弟吼，会当邀请朋友参加吼。这咱的迄个品格饮吼，国小品格饮是
针对新国小礼仪啦，新国小礼仪想要啥？国小礼仪到国小学年的学生囡仔吼，啊，咱即摆还佫有迄个报名，还佫有迄个缺额嘛吼。毋嘛讲，若准你会当邀请迄个你的厝边头尾的囡仔吼，细囝来参加，真好啦吼，因为今年吼有可能是想要来一工来办吼，啊，明天啊今年要带囡仔出生代志是钻木取火吼，没有团大会，没咱就要生活吼，所以真深深的一个迄个活动吼，啊，咱的收费是7000块是。咱的本钱吼，实际是咱教会有小可补助吼，所以这也伫外口咧参加的款，一般拢差不多15000块甚至到25000吼。特别咱是住伫咧外口的吼，真正机会做难得咧，佫各有几个迄个缺额吼，就是会当邀请朋友的细囝来参加吼，啊真欢迎吼，真欢迎。第五。7月14的时阵，咱要邀请张文亮教授吼来做主日的分享吼。礼拜后了后吼，佫有一场的分享吼。迄日咱是迄个联合礼拜，礼拜了后吼，咱有准备爱餐吼，啊，请咱家己准备碗面吼来参加吼，这是真难得。就咱伫个准年吼前面吼，会如长老去邀请的吼，啊，准海去拜啊。拜伫咱教会会当遮吼来感恩着吼，这是做难得的吼，请咱礼拜心来参加吼，来关怀大道吼，杨牧师就是杨牧师娘的妈妈吼，伊6月25安息主怀啊，因为明仔载要伫花莲信义教会举行告别式，请为着遗族来大道，求主亲自来安慰夫妻。第二伫处理调用兄弟有马来基、曾文德、潘美月、杨玉珠、郑明霞、林李敏珠、徐建平、欧明达，啊，带演洪文展弟兄的妈妈吼。啊，第四为着教会1楼甲3楼礼拜堂要迄个整建维修吼，来奉献甲大道。咱牧师有啥物要讨论？来补充迄个介绍的经历。是咱来读今仔日的经符吼，今仔经符记载伫约书亚记第8章第1节吼，约书亚记第8章第1节，咱做来读一遍吼，做伙来吼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讲：无得惊，也无得论，你起来，带拢众的战士就去爱城。我已经将爱城的王甲伊的百姓、伊的城、伊的地，拢交于你的手。一遍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讲：无得惊，也无得论，你起来，带拢众的战士就去爱城。我已经将爱城的王甲伊的百姓、伊的城、伊的地，拢交于你的手。圣经谈到遮吼，完全是祝福咱每一个人吼，拢有迄个能力吼，靠着上帝的能力，用咱的意识来前进吼。就是咱来吟属灵的诗吼，献诗510首，俄勒天顶主赞，因是山请倒出来祝祷。
你啊，你睇得上當你你追。我家己跟少啦，你跟單嗰哦，是啊，这样好，哦，我喜欢啊，我知啦，我叫紅燒你紅燒。